佛法裏邊經常提到3000大千世界，呢個唔係話3000個世界，佢呢個3000係形容嗰個大千，大千係咩咧？1000個小嘅世界就係1000個銀河系，就係一個小千世界；1000個小千世界咧，就係一個中千世界。1000個中千世界叫做一個大千世界。所謂一個大千世界係3個1000乘起一齊，所以1000乘1000再乘1000，係幾多個咧？10億個銀河系，1 billion 10億個。圓覺所睇到嘅範圍係咁大。但係呢個都係一個距離，一個界限，再遠佢睇唔到咯。所以圓覺佢睇唔到極樂世界，因為極樂世界係10萬億佛國土之外，圓覺只能睇一個佛國土，就係一個3000大千世界。所以如果冇善根嘅嗰啲圓覺佢對淨土佢都唔信。我哋睇到小乘經典裏邊啦，佢就冇講到極樂世界，因為點解？佢睇唔到，所以佢唔相信，呢個唔奇怪。呢個唔係我哋凡夫乃至聲聞緣覺嘅境界。呢個係大菩薩佛嘅境界。諸佛菩薩極樂世界所有嘅諸上善人，能夠睇到無量世界嘅事物。呢個所謂清淨嘅天眼可以洞視十方去來現在之事，唔單止可以睇到依家發生嘅事情，過去嘅事情，未來嘅事情，全部都知道。咁呢啲都係由於阿彌陀佛嘅願力加持，所以遠遠超過聲聞緣覺靠自己修定力得到嘅嗰種神通。呢個神通唔係自己修成，係阿彌陀佛加持嚟。